講到這麥當勞最近推出的新產品有蝦仔肉這漢堡夾，想袂到這賣一工爾就標出講這黑白原料兼着抗生素，趕緊把這商品落架。專家也分析講呢，這款抗生素對動物是有致癌性的，照咱國內規定是袂當驗到的。踮外國大黑白產品的海報，不過麥當勞是發新聞稿表示講，收到廠商的通知，進口黑白原料雖然有頂油檢驗合格的物件，但是自主檢測到法定規定應該零檢出來硝基呋喃含伊的代謝物0.7 ppb， 決定要停止使用黑白，而且暫停賣兩項相關產品，會進一步複驗來釐清狀況。因為已經買到問題商品的人客，麥當勞會室內嘛，第一禮拜來提出退款機制。其實這是事後亡羊補牢嘛，就是如果進來前先做一些檢測，在企業的這個部分，他們可以先做到自我檢查，這件事情一定都是更加分的。專家分析，硝基呋喃是一種人工合成的光合性抗生素，對定這種個人食用性菌和陰性菌有效，但是國內法規明定，在所有的禽畜肉品和水產品攏袂當檢出，因為恐驚會予民眾有致癌和過敏反應的風險。它在動物實驗是致癌物，在人體並沒有致癌證據。可是我們在醫學上還是擔心說，如果民眾長久吃到這個食物當中有硝基呋喃的成分的話，長期還是擔心會有致癌的疑慮。食品安全的風險有可能的來源嘛，包括食用色素。消基會抽查35項市面上有色素的食品，可能內面有半數攏有國內會當合法使用的食用紅色7號色素，但是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已經宣布撤銷這種色素，做食品含食藥仔的色素的核准資格。加州嘛已經正式立法，按宣告2027年全面禁用，後面嘛嚴格限縮用途，佮要求加注健康建議。非常希望我們的政府盡速去研修相關的食用紅色7號，把它從可添加的部分刪除使用紅色7號。國際間 Codex、歐盟、日本能準用，我國尚無立即刪除需求。食藥署強調，雖然紅色7號色素未遂禁用，但係持續滾動評估使用範圍和限量的修正。記者綜合報道。